依然之声，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。南投日月潭是台湾上大的天然湖。日本时代呢，就开始建造这个发电所甲水库。即马是一区半人工的大湖，因为风景真好，一直拢是外国观光客上爱来佚佗的所在。这个日月潭嘛是萧族原住民生活的地界，本地就有足侪传说甲故事。今仔日要讲的是现代的故事。伫1990年8月25号，一只超载游艇“兴业号”起来并船啊，共57名游客葬身湖底，造成咱台湾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并船事件。继续呢，佫伫当地留下一寡悬疑怪奇的神秘传说。这个案件要对外商壳牌公司 Shell 因一届这个日月潭员工旅行开始讲起。这间荷兰公司呢，其实伫清朝时代就捌伫淡水买土地起仓库，甲台湾的关系算是真久啊。出代志迄天8月25号暗时8点。这个李世珍甲吴瑞珍两名导游呢，伊就带这个壳牌公司的人坐游览车来到日月潭的这个湖边，讲要游湖就对。迄当阵日月潭风景区的规定是讲暗时是袂使驶船的，不过参像壳牌这款大间的公司伫迄个较无注重法规啦、无注重安全的年代。当然嘛是有钱就有法度找到爱钱无爱性命的人来驶船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兴业号的船长施正兴。伊看到这个钱的面子上唔惊咧犯法，亲身驶到这只根本就无经过主管机关检验、无合格的无牌的游艇兴业号，来按捺这阵总共92人的大团就对。这暗拄好是七娘妈生的前一天，船长呢，把这个游艇驶到这个光华岛，也就是即马已经证明叫做拉鲁岛的所在。这座湖中岛呢，较往日月潭的西边，是萧族的圣地。伫这个战后岛顶起了台湾头一间专门咧奉祀这个元老的庙寺，就对。元老庙甲拆落到地就开始流行，有足侪人会来遮办这个水上婚礼啦，足侪人嘛会来岛上来拜元老求姻缘，尾也成为9日一大地动，甲这个元老庙震撼去。萧族的原住民就赶紧来争取，要恢复祖灵的圣地。即马元老刷来到湖边的龙凤宫，拉鲁岛呢，即马是禁止外地游客湖北来订岛。迄暗元老拜煞，因大家随个上船，拢咧讨论沿途的这个风景，佮有明仔行程。无人去觉察到讲船顶的救生衣无够，嘛无人烦恼讲这个超载是真危险的代志。船长呢，就把这个船向东甲驶过，要驶倒转来码头的时阵差不多到伫咧双碧轮迄边，唔知是啥物缘故，日月潭的湖面呢，熊都开始扇北风。因为即天天气算讲是袂歹，大家拢徛我咧甲浜迄边咧看风景啦，也是坐伫较顶站的所在。游艇就已经超载结果船底重心无够，北风一扇落，船长阁无注意，继续驶倒弯，规只船就安尼来并船。会晓收水的人赶紧收到要差不多500公尺以外这个岸边，袂晓收水的人呢，就安尼伫湖面浮浮沉沉。因为救生衣根本就无够，而且船长嘛无要求讲所有人上船的时阵都爱穿救生衣。足侪跳船的人，因拢是安尼揽甲暗，暗时光线阁无够。并船的时阵呢，有足侪人其实袂赴跳船，
就安尼去互迄个船拖咧个湖底。消防队啦、救难队啦，甚至附近的这个居民，拢赶紧来这个冰船的所在要甲救。结果大家讲是赶袂赴。尾经过几六天的搜查，总共呢来找这57具的这个遗体。其中呢有一名是11岁的这个查某囡仔，迄应该是上细汉的，嘛是上尾一个找到。听讲找到伊迄天拄好是伊的生日。兴业号呢嘛对湖底甲浮起来，就放伫这个码头边钓鱼码头这个所在。因为罹难者的家属向法院呢来提出这个国赔的申请，法院的判决呢还未裁定正前这只船呢就袂使甲湖白拆掉，所以兴业号就直直放伫码头边。结果开始有一寡毋知是刁故意要来试胆，还是讲无了解冰船事件的游客。无细腻去来上船，结果无偌久，竟然开始就有人讲破病啦、高面盲啦，甚至是钓高掠光的。兴业号是休灵船的传说，就安尼开始流传。有人佫专工倒转来烧金拜拜，向船顶的冤魂来回失礼。无拜无担金，拜到到底，真正就有足侪毋惊死的人继续来这要试胆。休灵船的鬼仔讲安尼判甲规世界，当地居民拢感觉真困扰。风景管理处的人才甲这只船呢刷来个第21线省道的一条旧的马路边。结果无偌久，听讲附近庄仔头的迄个时代随啊破病来死，佫有少年人伫遮出车祸，讲是有人伫遮伫咧掠交替。佫有人看到这个船顶敢若有鬼还是啥有诶无诶鬼影着对。管理处诶人就甲这个船刷来甲向山崩空。管理处是想讲遮较无人结果船刷来甲遮无偌久，竟然伫这个崩空嘛来发生死亡车祸。佫有人专工驶车来遮要自杀。参附近诶水险跋落水的案件嘛愈来愈侪。这个兴业号则刷来到水下水坝边毋过呢，佫是有人经过时阵，就听到有怪声啦、哭声，看到怪影、鬼影呢。这个兴业号是休灵船的这个名声就愈传愈开。伫2007年3月25号的时阵，半暝4点，有民众报案讲兴业号导火烧。消防队呢，就赶紧来拍火。这火差不多烧到半点钟久，就已经去控制。不过呢，船体就安尼直直烧了半工久，火才真正去拍花去。原来是有15个为台中来的少年人，因为听讲兴业号是休灵船，因就烧招骑奥多摆来试胆。因讲因真正拢有走到兴业号内底，不过因为感觉讲无够恐怖，因就决定讲要来放火烧船。兴业号去烧了了，船长徐振兴伊就讲烧就烧迄只船已经无要紧啦。在地居民是感觉真欢喜，因为安尼就免阁继续去互这个休灵船吓惊着。因为兴业号的事件，日月潭风景管理处呢，刷来就开始严格执行这个游湖的规定。即摆日月潭呢是已经开放讲暗时是会使游湖，不过呢人数是限定搭只船敢若会使载30个人尔，而且还阁有灯火，还有固定的航线限制。上船大家拢爱穿救生衣，而且呢，这个日月潭风景管理处的人呢，拢爱伫现场来监督，安尼才会使保全咱游湖的安全。欢迎听众朋友回来甲疑言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。这个节目呢是受到咱文化部一个补助，或者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。
这个计划呢是咱这个议案办咧主持的，因为咱的网站顶头呢有足侪这种台湾奇奇怪怪，佮有世界一寡也未解决的事件佮案件。今日即集呢要讲一件，就是咧日月潭讲迄个顶头竟然有幽灵船呢。这个幽灵船到底是安怎呢？阮就请到咱这个。专家毋是伊毋是幽灵船的专家，伊是台语翻译的专家阿成老师刘英成来甲大家说一个 hello say hi。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你有看迄个阮的迄案件？有看了。看了你想法是安怎？我感觉即个伊本身是一个事故嘛，事故本身毋是啥物议案，因为事故的即个原因就是迄个船头家伊的船无合格，佮即个旅行社嘛，明明知影即船无合格，佮捡遮侪人客，做一群钱遮侪人去船顶，才发生事故，即本身已经知影讲安怎造成啊嘛，对，较趣味的其实是尾啊讲即只船即个发生事故了后，即个船拖起来到即个陆地，一寡人去遐佚佗，啥物货怎撞着鬼啊？佮钓狗啥有这就是安怎讲？这就敢若人咧讲，是毋是有鬼啊咧掠狗体安尼啦？是毋是？你敢相信讲水鬼会掠狗体？这就是我一直有疑问的所在啦，想要请教你就是讲。拄着事故失去性命遮侪人逐个拢传说讲因是要来掠狗体，但是我的疑问就是讲，因往生若要去投胎转世是安怎？是安怎无知着讲家己去投胎转世，着该掠一个人来烧体，才有知着去即个投胎。有即种讲法是讲，因为伊是意外嘛，就是迄代志拢雄雄的时阵，就突然伊根本都毋知家己死伊就会直咧船顶安尼，安尼，伊叫是讲伊搁咧坐迄个船，船搁沉落搁起来，伊就会敢若讲人自杀的时阵会直跳，若是掉岛诶，若是跳楼诶，伊就继续跳，继续跳安尼。有即种讲法，就是讲迄个亡魂伊就毋知影，伊就袂走，袂走伊就掉咧遐，尾来就看讲即个人嘛甲我共款，伊可能是我是咧想啦，伊可能无一定是讲爱掠狗体，像讲可能趣味甲你算一下无说你甲你算死呢。对，我感觉是安尼啦。其实你讲伊甲人掠去了，伊敢会投胎？其实我是我是感觉应该是袂，因为你若甲人害，其实你就你免若对你应该是所以我嘛是无相信讲掠狗体，我较相信讲因就是咧佚佗，无说你家己走袂开，着佚佗，对无说你过世去害着人。佫有一种就是讲咱心理上啦，其实讲你若是讲知影即个所在有捌发生过即款代志的时阵，你不管是咧塞车也好，咧受水也好，你就会惊，着无说你就会啥物骹丢棍啊，是啥有诶无诶，你就出代志，这嘛有可能。家己出代志，牵拖讲才有事件发生。对啦，你感觉？我感觉是安尼咧。若毋知影才有出代志诶人，就无才调牵拖咯。就是讲，即个案件就是讲，敢若是有一寡是伊根本毋知影才有发生过即个事件，有变船，结果伊无说你去船顶翕相还是佚佗，转厝了后就开始搞面网啦，佫有诶无诶，人甲讲，迄船就死过人，你佫去哩，伊只惊一条，讲哎哟，那就伊就佫转去烧金纸，啥这界啥有诶无诶，这就较歹解说。是啊，因为拢毋知影，结果伊嘛是，而且即个事故发生的所在我相信即个一定有请一寡啥物师公啊，是啥物货来验的，对无？既然都验过佫会出代志，师公就无够力。
惊过呢。讲到这，你捌有去过迄日月潭遐坐船无？我是毋捌坐船啦，阮是有赛车去遐佚佗啦，食一寡啥物好料安尼。是最近啊，是讲这足细汉的代志啊。是哦，搞共款的。我嘛是细汉时阵，迄时阵阮是有去坐船啦，坐船迄是细只船，伊就是靠一人安尼。靠一人的时阵吼，迄船顶就有迄个头家吼，头家就开始摕迄个什么煲药啦、煲药酒啦，你若毋甲买吼，船无要互你登。嘿，真正的呢，够恐怖的，迄差不多19几年，2000年进前的代志。讲着贵啊，2000年进前咧。2000年啊，还阁有即落代志啊？对啊，我细汉时阵啊，就坐船，尾仔就是敢若阮爸爸甲买一挂，其他的游客甲买一挂，一直放阮落来呢。哦，对啊，你捌进前拢毋捌听人讲哦，讲有即个行为。无？你捌登过无？我是毋捌啦。若咧国外咧，国外敢有？无，因为我去国外是去留学，所以就较无。留学嘛袂拄着嘛，留学应该嘛会拄着讲外国人看到这种。是啦，就看咱戆戆。对啊，甲你骗安尼，敢袂？我较好运啦，是较无啦，我无拄着。有保庇得着。嘿啊，因为我即摆对日月潭的即个印象就是迄件代志。咧湖顶无要放阮落来。嘿啊，尾仔就对印象就即歹，所以讲尾仔大汉嘛无去遐佚佗过。我就定下看讲外国人哪会拢爱去遐佚佗，我是想无。因敢会甲外国人推销？会哦，嘛会哦。外国人就当做听无就好啊。因即马推销应该是袂用即款方法啦，因为即款方法其实用久吼，其实大家拢亚神啊，对啊，什么时代个安尼？参像树林迄卖水果迄嘛是啊，你看起来水果水水啊，切切500箍安尼，是，对啊。讲到即个休灵船吼，毋知你捌有听过讲台中较早迄落威尔康大火有无？迄歌厅嘛有讲着讲迄有嘛是有一个休灵船。捌听过对。就是讲有人看到迄个船的影，伫空中咧浮，安尼个掠人，啥物有诶无？其实我感觉讲，咱即个毋知是咱即个民众吼，较迷信还是安怎？咱会讲有一寡较重要诶事件啦，较重要诶灾难意外，逐个拢会去为遐想，就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，为遐看。即威尔康迄个火灾是安怎？迄阵是船经过。就毋知啊，就毋知讲，咱会讲是用是船咧。无要坐一台做气球啥物？嘿啊，就是真正是，所以讲吼，咱咧看即个日月潭即个休灵船即个案件，其实但参就老师拄则讲诶，头前其实迄无啥物奇怪诶所在，迄就是一个。一个船头家，对，一个普通的事故，是尾啊后壁才个故事，愈来愈怪奇。但是拄则讲即个威尔康大火嘛是共款，头前就是一个伊嘛是，伊迄嘛是消防安全无通过咧硬开嘛，对无？就熄火了，就火烧厝安尼。尾啊，大家开始编一寡即个奇奇怪怪的故事。其实我感觉讲。有可能啦，有一个可能是，迄个年代电视嘛，定定咧报即款几啊个的广告词，大家爱听啦。对，就变就变个安尼，即马就较无咧听着这啊。我较早伫咧读大学的时阵嘛，拄过即个仪式，有即个几啊，但是恁毋知时间有够无？我后一集搁请你来继续讲。继续来刷咧，系啊，好无？咱后一集继续甲这个几个来刷咧，好无？好，感谢听众朋友，感谢老师，咱这个语言之声少年人的语言广告电台，咱后届空中再会。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，简称疑案办，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。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，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。